兔哥，B 兔哥，怎么样？模仿啊！嘿，康熙来了，果子丢啊，就 A 卡。我们先来几个简单的角色就好了。圣竹炉，究竟果子丢咖请 A 咖好不好看？我们一起看下去。费玉清，果子丢咖请 A 咖，不像啊。张学友，张学友直接用唱了，不用讲了。张飞好不好？果子丢咖，请 A 咖，不要乱 Q， 吴宗宪。看上了没有这哦，见鬼啦！啊，果子丢咖请 A 咖，杨凡，果子丢咖请 A 咖，没有了。刘德华，伟忠哥，果子丢咖请 A 咖，真的很好看，大家一定要看。邰正宵，邰正宵，等一下我想。我为你果子丢咖请 A 咖，我为你去种下。你知道吗？果子丢咖请 A 咖很好看啊，知道吗？脱线大哥，像啊，脱线大哥我不认识。方瑞娥，没有看过。王世贤，王世贤好。王祖贤，王祖贤，齐秦大，没有。